講到即馬呢，這食毒塞車情形是愈來愈嚴重。警方呢雖然會當用這喙瘻快篩初步判斷敢是有食毒，那準驗出來敢會當當作是現行犯，甲人抓起來咧，這規範是無明確，也造成台中一名可能是食毒塞車的駕駛呢，怎安尼就甲放走啊？那警政署13宣布上屆新的作業聽書，那準是毒品喙瘻快篩出現陽性，或者是技術檢測，攏會當作是現行犯，甲人抓起來。轎車駛佇高雄三民區的民族一路，車頭一直歪來歪去，無偌久就弄到分隔島。我已經咧愛困啊！代志發生伫13透早，救護人員到場的時陣，查某人講伊是疲勞駕駛，無需要去病院，但是卻互驗出毒品快篩陽性，互警方移送法辦。對仍然使用毒品唾液快篩試劑進行檢測，結果呈現2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。食毒塞車的案件一直發生，但卻毋是逐件攏會當甲嫌疑人照現行犯來逮捕，因為食毒塞車必須要請示檢察官對嫌疑人做藥檢，確認陽性了後才會當移送。毛祖生1月下旬的時陣，台中2個警察逮捕食毒塞車的嫌疑人，所以因為無雖然副藥檢的報告，互警察隊固守了放人，涉嫌污衊放人，互移送法辦。為了改善這個狀況，13開始警政署公布新的作業定書，毒駕是經過喙瘻快篩陽性，是顧測了認定對方無法度安全駕駛，會當照現行犯是準現行犯逮捕。發現這唾液快篩，它的準確率是非常高哈，所以足以供我們司法偵辦的依據哈，所以我們就修訂了我們唾液快篩還有毒駕執法相關的程序哈。警政署的數據顯示，講2005年食毒塞車的件數是2004年的2.3倍，而且是一直傳出食毒塞車致死案。這個月初，中華一個姓高的查甫人食毒塞車弄起機車，造成2個人死亡。毒駕的喙瘻快篩在2005年11月下旬上路，會當初步來判定敢有食毒塞車的行為。所以因為早期是反毒快篩的準確度無法度直接甲人照現行犯來逮捕，即馬實行半年了後，確認準確度是真懸。嘛，互警政署對咧調整，互第一線的同仁有更較明確的執法標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